亲爱去夹这个布红啊，要试手气。台北市一个姓黄的先生，佢投诉讲，伊去内湖这个夹布红啊店去夹这个鸡仔饼，开290块，达到补夹的金额，也阁先夹都夹袂到，最后场主也是头家出面甲调整这个角度，才成功会夹到。也阁发现讲，这内底底是沙甲石头，伊认为被炸去啊。 人家个落泪，也把调整好势，上好的离手，黄先生震撼的失手。明明拢开只要到公布证夹袂到，也把毛拢已经卡到物件，说成夹都夹袂起来。黄先生一直落钱，一直挑战，过过40分钟，头前的兵机都是目白落盖，搁找场主来倒3工。要等到场主来帮我调那个姿势，它才滚出来，它也不是真的被我夹出来的。打开的时候。 我就看到这些东西，带沙子，还有一堆石头在里面，在骗消费者，对，让他夹不起来，去夹便宜的东西。总算摕到兵机，是讲这重量敢若无啥着，拍开来看，内底拢是沙甲石头。我可以接受啊，你可以放弹珠嘛？那因为弹珠它可以滚的时候，它可以随便乱滚嘛，它不是在同个位置是夹不起来的。 对，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夹不起来嘛，它不是配重的问题。警方讲，若是有摕到商品，都无算诈欺。严格台主敢若想要利用石头的重量，增加夹红的难度，已经违规。根据经济部自作宣布贩卖事业的管理规范，家己改装机台，增加障碍物、计放等等，影响到夹红的装置，拢袂使。 那是换包装阿爸内底装置，嘛爱写好清楚。如果在包装盒里头加装铁片、铁块，或者是石头、沙子等情形，都有可能是影响了取物的可能性。真侪人听到保证夹袂到，都手卡洗手。黄先生更加是3不5时就会来试看卖，想知影这摆唔是踢到铁棒，是夹到石头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